但是樱花里因为开发了早，历来60岁以上长辈到800外位，高龄的比例相对较悬，所以里长郑淑燕伫服务老人甲关怀弱势下了真大功夫。这回因伫南营商工等单位合作，都有学生来陪伴老人耍游戏，透过手脑变形，会当减脑本方式伫以外。另外，伫活动中心也有一群70-80岁时代，用因当年煮食的经验来传承古早味料理。少年人唔捌的，就请阿嬷教，互这群学中产的学生收获满满。迄款跨世代互动相当温馨。这素食的，炒含这无共，炒是鸡改做肉丝，安尼料拢共款。所以今仔甲学生合作有做成就感无啊？好，做成就感嘛。嘿，做热烈，做欢喜，嘿。不错的经验，毕竟是长辈传下来的东西，一定跟我们现在的东西一定很不一样。毕竟他们是可能是从之前传下来的一个食谱的料理，那对我们现在读餐馆科的学生其实非常有帮助。不仅在比赛或在练习的时候，其实都可以把这些东西不一样的东西运用进去我们的料理里面，会让我们的料理更加出色、更有特色。这个青银共煮，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社区很需要的一个趋势。我们也很愿意跟学校结合，也很高兴学校愿意来跟里内的我们跟社区一起结合来办这个青银共学、共煮、共游、玩桌游，又接近了春节跟圣诞节，迎春送暖，真的很棒。对着南营商工来讲，每一学期都会规划品德教育课程，招募学生志工来社区服务。一回来到樱花里，和少年人甲长辈做伙学习活动，除了满足时代需求，嘛是自我充实回馈真好的途径。好，所以我们今天带学生来，就是跟社区互动、长者互动，好让他们可以把那个所学回馈给那个社区的居民。好像我们餐饮管理科的学生，他们就是去帮忙煮菜啊，对啊，其他的像那个有一些志工，他们就去帮忙做那个水沟盖的部分。我们还有乐队，所以南营商工对品德教育是很重视的。樱花里持续甲学术界、教育界以及机关团体合作，引进无同的资源来面对超高龄的社会问题，嘛互各界看见社区长辈需求，共同来享受健康生活。今日新闻，阮是何超芳采访报道。